来乡亲啊，继续来到嘉义梅山乡的太兴村，来看这每一年秋天8月底到10月初上界有特色的生态景观。逐工拢就青就万只的白灵狮，结规定为北平往南平来迁徙。因为一直来变化，这个队形非常的壮观。上界特别的是，最近这个风台经过日本，这种的独角白灵狮，嘛为日本大量过境到台湾。这个生态的观察家，就记录到5万多只万路雕凤的景象，互人看到是真赞叹。几千几万只白灵狮规定为北飞向南平。连伊敢若银龙摆马，连伊变成 V 字形，伫空中一直变换队形，真壮观。生态观察家甲摄影师苏家宏昨下晡去梅山乡的太兴村记录这个难得的景象。当年差不多9月初，白灵狮往南飞，经过太兴村，群鸟面对飞过山，一天有时会超过1万只，被称之为万路雕凤。尤其这摆5万只做伙过境，真壮观。可以分30多批，每一批呢进场都1000到2000以上的壮观的那个万路朝凤的景观，真的是很难得。希望大家有空黄金时间赶快来看万路朝凤。敢若秋天才有的生态景观，有真侪乡亲专工去欣赏。去看鸟的人一年比一年较侪，上理想的时间是下晡4点到6点，或者爱鸟的人甲摄影师会使记录这难得的时刻。